TVB 高層樂易玲7月1號迎嚟67歲生日，前一晚喺尖沙咀舉行生日派對，現場簡直係星光熠熠。除咗佢一對寶貝仔陳衍成同陳妍儀現身之外，大批 TVB 藝人亦都陸續到場，當中包括曾志偉、馬國明、黃宗澤、蕭正楠、黃翠如、朱千雪、麥玲玲、胡定欣、姚子羚、袁偉豪、張寶儀、陳山聰等等，場面相當之熱鬧。樂易玲呢咁多年嚟一直被稱為 TVB 最有份量嘅幕後巨頭之一，藝人個個叫佢做樂小姐，唔單止係因為佢嘅職位，更加係因為佢長年掌管藝人管理、項目策劃同埋資源調配。佢嘅生日派對之所以年年都咁有看頭，正正就係因為佢好似一個小型嘅 TVB 藝人台慶咁，邊個嚟撐場，邊個被點名，邊個有新動向，通通都會變成頭條新聞。今次生日派對嘅主題以開心為主，樂易玲話靈感係嚟自自己睇過嘅太空電影，冇夾硬規定服裝主題，最緊要大家玩得開心。聽落去好似好輕鬆隨意，但係身在 TVB 嘅人個個都明呢種冇要求，反而最考驗大家嘅分寸感。成場派對最出風頭嘅，毫無疑問就係黃宗澤。佢一到場就開口叫天后寶誕，笑話自己晨早已經醒目留定個期，專門等天后開庫。講白啲，即係等住樂小姐差工作派利是。呢番話半開玩笑半認真，既將樂易玲捧到高一高，又順便遞埋自己嘅訴求，情商簡直拉滿。而樂易玲亦都真係冇虧待佢，借住生日宴呢個場，消息直接放埋出嚟。年底邵氏開拍最新嘅賀歲喜劇，黃宗澤唔單止係條鐵打嘅男主角，更加直接升呢做埋監製。喺依家影視行業咁低迷嘅環境之下，仲可以將電影嘅財政、人事大權交到一個藝人手上面，可想而知樂易玲對黃宗澤有幾偏心，直情係想將佢捧成大灣區同電影市場嘅絕對核心人物。現場唔單止有穩坐 C 位嘅黃宗澤，仲有陀住第二胎、挺住5個月大肚喺大熱天時趕嚟賀壽嘅朱千雪，更有啱啱好同一日滿29歲，寧願自己唔搞 party 都要嚟幫樂姐陪壽嘅丁子朗。點解大家要咁拼？因為樂易玲喺許願嘅時候講咗一句非常現實嘅真心話，希望幫藝人賺多啲錢。依家市道係差咗少少，但我會叮囑大家練歌練體育，多啲去打 pickleball、匹克球、拍綜藝同短視頻，機會隨時都會有。樂易玲仲預告年底會有5部劇集計劃，亦都會有唔少綜藝節目。喺 TVB，樂小姐嘅一句話就決定咗你係去賺大錢，定係留喺平時喺屋企摳腳。既然樂小姐手握重權，下面嘅藝人們自然係使出渾身解數。港圈一直流傳住一個關於樂派藝人嘅經典潛規則：樂易玲生日一定要送禮物，但係唔可以周圍講。禮物各出奇謀，高海寧之所以上到位，就係因為夠晒懂事。聽聞佢送名牌袋嘅時候，特登用 H&M 嘅紙袋裝住，樂姐即刻 get 到，上游即刻幫你分配。呢種獨特嘅山頭文化構成了 TVB 長達幾十年嘅權力生態。而樂易玲可以坐上呢個翻雲覆雨嘅位，佢自己嘅人生本身就已經係一部比 TVB 劇集仲要精彩嘅大女主上位史。1959年出世嘅樂易玲，畢業於香港協恩中學。中學畢業之後，佢先去銀行做出納，2年之後儲夠咗留學嘅費用，就獨自一人去日本，一邊打工一邊讀書。1977年返港期間，佢機緣巧合之下參與咗佳藝電視聖誕特輯嘅製作，自此認定咗人生方向，索性連書都唔讀，全身投入電視行業。憑住佢嘅外形條件，佢完全可以做幕前做藝人，但係佢堅持由助理編導 PA 做起，選擇向幕後發展。1978年佳視執笠，佢加入麗的電視，獲得麥當雄嘅賞識，參與咗多部劇集嘅製作統籌，亦都喺嗰度識咗佢第一任條仔黃泰來。1981年，樂易玲跟隨黃泰來進入邵氏，仲遇到人生另外一位貴人方日華。方日華非常欣賞佢嘅辦事能力，而樂易玲亦都一次又一次證明咗自己嘅價值。可惜事業順利，感情卻接二連三受挫。
1982年，黃泰來移情別戀劉美君，面對背叛，樂易玲完全冇糾纏，好果斷咁分手。冇幾耐之後，鐘鎮濤行入咗佢嘅生活。拍《表錯七日情》期間，身為製片人嘅樂易玲憑敏銳嘅眼光判斷呢部戲一定會大賣，亦都會成為鐘鎮濤事業起飛嘅契機。於是事事親力親為，將每個關鍵細節都保證做到最好。最終電影票房突破1800萬港元，更新咗邵氏最賣座嘅紀錄。鐘鎮濤同葉童一炮而紅，方日華亦都更加器重樂易玲。然而事業成功卻換唔到愛情圓滿。鐘鎮濤希望繼續保持地下情，但係一向強勢、講求主導權嘅樂易玲根本冇辦法接受，冇爭吵，亦都冇挽留。佢乾脆利落咁結束咗呢段3年嘅感情。隨後佢嘅人生再次翻開新嘅一頁，同城中闊小周世龍展開咗一段新嘅戀情。比起黃泰來同鐘鎮濤，樂易玲後來拍拖嘅周世龍更加算不上係咩好男人。當時周世龍剛結束同梅艷芳、翁美玲之間轟動一時嘅感情糾葛，呢段戀情亦都好快無疾而終。不過感情歸感情，事業歸事業，呢咁多年嚟，樂易玲嘅感情生活幾乎冇空窗期，但佢從來都唔係戀愛腦。真正令佢喺香港娛樂圈企穩腳跟嘅，由始至終都係能力，而唔係愛情。當時方日華神早已經將佢視為自己最得力嘅左右手。然而時代好快就發生轉變。80年代後期，香港電影市場開始低迷，邵氏停產，重心全面轉向 TVB。1988年，方日華正式進入無線電視董事局。嗰陣時，電影圈嘅地位遠遠高過電視圈。好不易喺電影界闖出成績嘅樂易玲，並唔想回流返電視圈，反而選擇加入恩師麥當雄嘅製作公司，繼續並肩作戰。可惜大環境並唔係靠幾個人就可以扭轉到。1993年，麥當雄北上發展，樂易玲亦都迎嚟人生嘅新階段。佢同建築師陳君毅結婚。陳君毅擁有建築設計公司 BCA， 曾經參與過香港南灣坊7號、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等項目，連李嘉欣同許晉亨婚後住嘅豪宅曉祿都係由佢嘅團隊負責設計。婚後10年，樂易玲淡出演藝圈，一邊照顧2個仔，一邊幫手老公打理公司，過起咗相夫教子嘅生活。正當外面所有人都以為佢徹底告別娛樂圈嘅時候，2003年方日華三顧草廬，將佢重新請返入 TVB。呢段作為樂小姐傳奇嘅大結局，寫得非常有畫面感。特別係講到 TVB 幾十年嚟嘅山頭大戰，同埋最新嘅權力洗牌。當時曾麗珍喺 TVB 嘅勢力越嚟越橫，方日華急需要一個識電影、識電視又有管理能力嘅人同佢抗衡。樂易玲毫無疑問係最佳人選。就係咁，佢空降 TVB， 亦都正式揭開咗 TVB 2大女強人權力之爭嘅序幕。上任之後，樂易玲迅速同梁家樹組成梁樂聯盟，聯手抗衡曾麗珍。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面，雙方勢均力敵，台慶劇是帝是后基本上係輪流坐莊。不過樂易玲心知肚明，真正決定勝負嘅唔單止係要同人鬥，更加係要捧自己嘅人。於是佢大力發掘後生藝人，打造屬於自己嘅顏值兵團。同曾麗珍看重演技唔同，樂易玲嘅標準好簡單，外形要出眾、肯拼同埋聽話。鄭嘉穎、林峰、吳卓羲、黃宗澤、馬國明、佘詩曼、胡杏兒、鐘嘉欣、徐子珊等等，當初通通都被視為樂派嘅代表。當中爭議最大嘅就係鄭嘉穎，佢30歲先轉戰拍電視劇，好快就變成樂易玲重點力捧嘅對象。37歲嗰年，憑住天幕下的戀人攞到視帝，但係一路上都伴隨住墜水視帝嘅質疑。坊間甚至有傳聞話，拍烈火雄心期間，為了凸顯鄭嘉穎，劇組特登改劇情，等男主角王喜飾演嘅角色昏迷咗好多集。2個人亦都因此傳出不和。除此之外，樂易玲同鄭嘉穎多次被影到私下聚會，2個人嘅關係一直都係港媒熱烈討論嘅話題。喺鄭嘉穎之後，
林峰變成佢另一個重點培養嘅對象，兩個人嘅關係更似母子。林峰後來更加認咗佢做乾媽。相比之下，吳卓羲就係佢最偏心嘅小生。為了幫佢條路鋪墊，樂易玲積極幫佢爭取資源，等佢率先出唱片、開演唱會。62歲生日嗰陣，仲安排吳卓羲企喺鄭身邊。吳卓羲生日嗰時，佢更加親自去到片場探班，偏心嘅態度一目了然。總括而言，方日華時期嘅樂易玲可以話係如日中天。佢同佢嘅顏值天團對曾麗珍造成咗巨大嘅威脅。雖然媒體將樂易玲淨係睇樣唔睇戲呢點寫到好難聽，但樂易玲一啲都唔在乎。始終喺娛樂圈摸爬滾打咗咁多年，佢深知有媒體肯寫就證明你仲有價值。對於同曾麗珍嘅鬥法，樂易玲嘅公開回應真係令人感嘆佢情商太高。咁樣嘅女人唔成功，仲有邊個成功？2011年，方日華隱退，陳國強接手 TVB， 橫跨近40多年嘅邵逸夫時代正式終結。陳國強為了扶植自己嘅勢力，帶埋自己人入局，指定余詠珊掌管綜藝部。TVB 自此迎嚟咗曾麗珍、樂易玲、余詠珊三足鼎立嘅時代。去到2016年，三個人一齊升呢做助理總經理。喺三足鼎立嘅時期，佢手上嘅三個王牌林峰、黃宗澤、吳卓羲個個都緋聞纏身，需要佢頻頻出面解救。呢段時間，樂易玲低調咗好多，講嘢做嘢都非常小心翼翼。呢種三足鼎立嘅局面足足維持咗成10年，直到2021年，曾志偉入主 TVB， 上任講嘅第一句話就是清理山頭文化，風暴話嚟就嚟。余詠珊第一個要執包袱走人，佢老公何哲圖亦都跟住離職。去到2024年，曾麗珍再上一層樓，升任執行董事，正式進入董事局。轉眼來到2026年初，曾志偉亦都卸任總經理，改任顧問。曾經三足鼎立嘅局面，表面上望落去，最終變成咗曾派一家獨大。好多人都以為樂易玲今次肯定要失勢啦。始終佢當初係方日華嘅人，同曾麗珍鬥咗10幾年，依家對方揸晒旗掌權，邊度會有佢嘅好果子吃？但係今年呢場生日宴，用事實狠狠咁打咗所有人口光，該嚟撐場嘅藝人一個都無少到，該俾嘅資源一樣無少到，邵氏嘅重要電影項目依然係由佢拍板安排。呢點亦都證明咗 TVB 高層幾經換血，權力版圖不斷重組，但係樂易玲手上面嘅話語權從來都冇真正落空過。真正有實力嘅人從來都唔會因為一場權力洗牌就輕易退場。